他妈了个逼！哎，钓到鱼了吗？现在了。哇，这么大一条鱼！我的天哪！哎！来，我帮你骑吧。哎，不用，来吧，不要了吧！你别笑。哎呀！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。老铁们，今天给你们做一道红烧鱼。老公，把这薯片给我打开，我要吃。啊！干啥呀？不是你有病吧？这干啥？给人都吓我一跳，给这边路人都吓一跳。我那边忙着呢。嫌不嫌要零花钱？给我2块钱，要。看着啊，猜对了就是你的，知道吗？行。给这儿呢，没我了啊，零花钱。那这200是我的了啊。他老要跟着。不灵。拿着你开门吧啊！那我在家不也没事儿吗？你也要跟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不要了！啊，哥的。不
女到签那个称多少钱？30啊。来，我去一下。好。你把门给我开开下来。小伟，这水热，帮我试试。水还是热，帮我试试。还是热，再帮我吹吹。他妈了个逼！哎，干啥呀？哎。嗯。嗯。